6月6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洋溢住愛嘅能量嘅人嚟嘅，有一種母性嘅特質，好溫柔咁樣去善待身邊每一個人。如果你中意貓狗嘅話咧，有機會咧可能係一個好好嘅義工嚟嘅。你只要一笑咧，就可以帶俾人一種療癒嘅效果，可以緩和好多嘅情緒。中意幫助人，見到弱勢同埋困難咧，你唔可以坐視不理嘅，願意犧牲自己咧去照顧對方，正義感同埋責任感咧都好強。而喺感情方面，好識得將對方咧照顧到無微不至。如果對方越依賴你嘅話咧，你就越深陷其中嘅。結咗婚之後咧，你當然會將家人擺喺第一位啦，但係記得啊，唔好干涉得太多，同埋要將自己咧照顧得好啲，唔好淨係重視家人。而喺性愛方面咧，你習慣順應對方嘅要求，好聽話，以對方快樂為優先。而喺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你個人好穩重，亦都令人好安心。你好識得照顧人啊，所以咧呢一類型特質嘅工作咧會好啱你嘅，或者係一啲拯救式啊醫療嘅行業咧都會比較啱你嘅。如果可以從事接觸大眾嘅工作啊，你嘅成就感同埋幹勁咧亦都會比較大啲。你嘅財運咧唔差，亦都唔會好執着於工作啊同埋揾錢嗰方面。你好容易花錢喺一啲咧令到人哋開心嘅事上邊嘅。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接觸人好多，可能咧會接受好多負面嘅情緒，經常要保持一種好有愛同埋純粹嘅心咧，其實都會有啲攰同埋有少少壓力。應該對自己好啲啊，慷慨啲啊，咁樣反而咧會令自己開心啲㗎。